再一次喺我哋敬老總會呢一邊咧係雙向包啦，係政府長期咧係即係支持，亦都係關心我哋啲長者一啲嘅支援嘅措施，咁希望咧少少嘅心意啦，係同大家送上一個祝福。咁第二個咧就係喺咁多年入邊咧亦都好多謝大家嘅一個支持啦。尤其對我哋敬老總會嘅愛護同埋關心同埋支持。期望未來即係新嘅一年，咁因為澳門嘅發展咧我哋都希望咧係越嚟越好，係嘛？咁澳門好，大家先好。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喺政府嘅帶領之下啦，尤其我哋嘅經濟發展咧係可以有新嘅突破啦，我哋嘅後生仔啦有更好嘅出路啦，更好嘅就業，包括我哋嘅老友記啦嘅生活安康，咁亦都喺澳門咧越嚟越好，越嚟越幸福。咁呢份福包咧係少少嘅生意，亦都係代表住一份遠遠嘅關懷嘅。咁都非常之希望大家咧可以感受到社會上面對長者嘅愛同埋尊重。咁敬老總會咧亦都係借住呢個機會咧，日後多啲行入呢個社區，多啲去探訪需要關心嘅長者，將呢份溫暖傳落去，延續落去。感謝基金會向弱勢社群派發福包，送上溫暖，祝大家身體健康。